而家香港啲都好盛行產後嘅修身啦，咁大家用唔同嘅方法，譬如紮肚啊，或者一啲唔同嘅運動健身班去幫自己修身啦。咁其實呢個都係一個重要需要講嘅 topic 嚟嘅。媽媽懷孕9至10個月咧，其實個身體都有經過好多唔同嘅轉變嘅。產後咧，其實佢需要好多時間，你對自己身體復一路復原嘅過程裏邊，慢慢去增加自己嘅運動量。千祈唔好一開始啱啱生完之後咧，就即刻逼巴自己一定要瘦身，即係有啲好高強度嘅運動，而忽略咗自己身體本身需要嘅一啲康。都係嗰句咧，最緊要循序漸進。但係我相信大部分香港人唔係呢一種嘅，反而係躺平得太耐，躺完之後太舒服啦，仲要休息，或者紮完肚之後咧就唔運動。但係紮肚因為你係被動啊嘛，你要有肌肉主動去維持咗個身形力。另外一個謬誤就係有啲人會以為講緊坐住期間就完全喐啦，真係躺平啦，瞓喺度坐喺度啦。咁但係其實咧就算你坐緊月嘅話咧，都係適宜做一啲輕量嘅步行嘅。有啲人就會問咁我坐緊月嘅時候，你應該唔好行啊，因為我踎低嘅話就會子宮下垂，咁就係唔關事嘅，唔會因為你踎就令到個子宮跌出嚟。係啦，因為又係太多講法啦。我就日安醫院嗰度生產，因為我一生完之後咧，醫院已經有課堂係叫你拉筋喐噶啦，就係叫你行去哺乳室嘅。咁之後我 get 到，醫院係話 OK 係可以咁嘅。咁但係陪月醫即係始終正路都係叫你瞓多啲嘅。但係都好彩，我個陪月醫咧批准，即係允許你要喐埋，你行，但係都冇行太多啦，沖涼都坐多啲啦咁樣。係要做得啱啦，同埋要睇翻自己個身體狀況啦，即係兩樣嘢都要平衡嘅，留意翻自己個身體狀況，翻足夠嘅時間自己可以休息啦。即係完全躺平唔係一個健康嘅休息方法，你會係要休息，不過個休息大家搞錯咗，以為係躺平。我哋叫 active recovery， 即係你有少少輕量嘅運動，有啲伸展，行路係 OK 嘅，冇問題。Okay. 除非你個醫生話你真係好危險嘅話咧，佢會指明叫你臥床嘅啫。如果醫生冇話指明叫你一定要臥床嘅話咧，基本上你普通喺屋企入邊行走啊，或者落街行下公園係冇問題。OK，係咪而家說服到你未？咁多位媽媽記得產前產後多啲做運動啦。